哎呦，即马天咧暗那遐紧啦。老爷啊，安怎啊？甲铁门好像像的啊。啊，铁门像像的，你莫等我这小算煞。算什么小嘛？我就挂遮无这小话啊。哦。安尼即嘛，安尼即啊。遮尔暗嘛，恁都无歇困，你走要创啊？啊，都有一寡代志吼，想要来请教你，甲你拜托一下。哦，什么代志？你讲无紧。安尼即嘛，啊你吼，你咱这个所在吼，算讲人缘上好的啊，熟悉的人也足济啊。你甲我斗注意看觅吼，看有迄个查甫的吼，这个看有迄个死某的啦，还是讲无娶的款，甲我斗注意一下。无你这是要创啊？阿中吼，因家要替因母啊，倒金盘找翁啦。啊！无采我咧算啊，这算几步，等下搁定算啊！你讲啥？要替倒金婆找翁哦？啊啦，煞毋知影讲吼，自阮爸过身去了后，厝内底干那我甲阮母啊尔。阮母有当时我爱出外口无闲啊，阮母也一个人伫咧厝诶，我看安尼真孤单，真无聊，连一个讲话对象都无。我毋知想讲我找一个伴咧。安尼讲无？是好啦，那会无啦，遐因母啊遐济啊，对毋对？啊，你即马若搁嫁翁啊，万一若生囝，啊若带出去外口，毋知人了说我阿嬷带孙出来散步喺上边哦。老的啊，人个缘投啊算一片好心对无？伊看倒金盘哦，暗时吼可能吼，我这后边这个咳叫吼，啊带这老伴嘛好啊，对无？对啦，海丽姐嘛，你嘛有我做一个友好囝咧，对不对？好啦，好啦。这个嘛，这个嘛，我想看觅吼，那菜市啊，迄个太弟孙啊，迄太弟孙啊嘛袂用的咧，迄气喙咧，也万一若做咧讲要烧金，哎哟闹风，大家嘛当作我咧拖风柜，见狂叫无通。这个卡拉 OK 有开卡拉 OK 咧小狗的，迄嘛袂用的咧，迄身悬都无5尺。啊，即摆若要烧金，啊，无定来去准备一支楼梯，哦，安尼嘛是麻烦。袂画面线迄个唐伯伯啊，迄唐伯伯哦，迄嘛袂用的咧，迄唐伯伯钓虾龟咧，啊讲三句啊，尔就鱼海产，哦，啊这翁仔某若要谈情说来啊，敢若听了一段，安尼嘛无通。好啊啦，老的啊。哦，啊，我听你咧讲迄。讲我一寡遐拢蛤蟆散嘛，拢一寡五母全的。看看吼，恁人我吼，四肢健全，我上有。安尼你去揣。无啦，我讲算笑的啦。有影，海丽姐嘛，海丽姐，啊啦，这件代志我就爱麻烦恁啦，万事再拜托啦，哦，啊注意看卖啊啦。有啊，海丽姐，你有对象啊？吼？这不我有对象。伊对象都我。你已经想到对象啊？吼？对。老，啊你是想到什么人啊？阮表兄。哈？你讲个相命啊？嘿啊，这样啦，这样加加。来，坐。哦。海丽姐嘛，喂，恁表兄就住咧遮。嘿啊。哦，内底佫装潢甲啥物拢有了。当然咯，阮表兄哦，不但讲会甲囡仔号名啦、看风水啦、看地理啦、解运通嘛晓。嘿啊，尤其个囡仔我带青菜啊，伊个囡仔收惊哦，伊专门的呢。你啊，哇，还佫会收惊。你一个吼，我来叫你吼。表兄，表兄，咱今仔日也毋是啥物好日啊，你带遮尔济人来做啥？无啦，毋是啦，我就是专工带因来哩。哦，要算命，无法度。我已经甲人约好势啊，我等下要出去外口办代志。哦，办代志哦。表哥，你那穿安尼是要创啥？像迄个敢若袂是咧拍武侠的哩我。所以恁都毋捌，我要来去人收惊。哦，收惊，我看敢要人超多咧。哦，我一定穿安尼哦，迄敢若要收惊，看到我穿安尼哦，免收伊就好去。哦，有影，哎呦，表兄，我阁毋知你遐咬哦。哦，迄收惊阁带剑哦。敢若要去拼图咧。所以你都毋捌。啊，当恁今仔是要创？不然表兄，我今日哦是有一项代志要来甲你讲啦。啥物代志？啊，我这样代志来甲你讲到你听到一直介意。我会介意。嘿啊，讲我听看嘛。伊啊做。你来。
哎呦，表兄妹，啊，这件代志你唔较早讲，对无？啊，你今仔这种代志，你外口收囝代，我会当延期啊，你唔较早甲我讲一下呢？嘿嘿，来，遐坐，坐下。来，这。表哥，哦我甲你介绍哦，这个吼就是杜金博因囝，嘿，叫缘投的，嘿啦，啊，这位哦，我甲你介绍就好，我叫做杨桂花啦。杨桂花我就是踮咧海里一个因杂货仔店咧打工的啦。哦，那这缘投的，那关于恁老母的代志哦，你找着人啊，找着人啊。哎有影啦，这代志是安尼啦，我都去拜托海丽仔姐，海丽仔姐毋知去想着你，专工带阮过来你遮安尼，坐见一下面嘞。哦，今仔你当找我，安尼就无毋对啊啦，一定成功的。我看无得角哦，那顶下阮老母介绍一个妻仔互你，结果呢，第一届出去讲，我甲你看手相，所以讲，你考证到一粒记，哎呦，人惊一个过两工尔变咧弄。我会算嘛，我会算过，因为伊的8字甲我8字袂合啦。哦，就是8字袂下啦，所以唔才会走是。啊，伊7字尔，我8字哩。我甲你讲吼，你即摆转去厝诶吼，恁母诶8字吼，摕来阮表哥配看觅，看下。免，恁母的8字毋免摕啊，毋免我付，我早有算啊，恁母绝对甲我会下。是安怎咧下？我算过啊，因为我今年哦有桃花。当然，若既然你甲讲安尼吼，我即摆来找一工吼，你也有时间，因母也有时间，再互恁去好好相一个。母啊，来即摆，滚蛋转来。哎，奇怪，今仔日都毋是7月初7，也无哪有迄牛郎甲织女安尼两个伫咧相会，煞来佫同出同入啊？母啊，你莫白想哦。阮两个吼会同出同入吼，是因为去办一件重要的代志。是甚物重要代志啊？杜金博啊，我看你安尼，逐工拢家己一个人踮咧厝诶吼，足寂寞足孤单的啊，所以阮想要介绍一个人，互你熟悉。介绍一个人互我熟悉，哦，我知啦，说讲要甲介绍朋友就对啦。那我杜金博吼，朋友上多啦，我即摆上欠的吼，就是欠一个新妇。哎哟，杜金博啊，迄朋友无咧嫌多嘛，对无？加熟悉一个朋友吼，有好无歹啊。对啊，佮假讲你朋友济，你较行较济嘛是海丽仔进因兜尔。人讲吼，你加交一个朋友，连讲海丽仔海丽仔进无用，你嘛加一个所在通好坐。你无听人伫咧讲，讲咱人若食到有年岁时，是为甚物坏伫咧活在世间？到底是为着喘气活在世间，还是讲为着食物件伫咧活在世间？若我杜金博的理念绝对毋是安尼。我食到今仔日这个年纪，我会搁活踮这个世间，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讲要抱孙啊。母啊，你搁咧讲这好啦，开去啦，坦白甲你讲的啦。其实吼，阮两个今日出去办的代志吼，就是关系你终身大事的代志。关于我终身大事，我知影啦，就是因为母啊吼，定定甲你碎碎念，叫你讲都爱娶一个仔某啦，所以你即摆毋愿啦，要赶紧交我嫁出去，对无？母啊，你即摆咧讲啥物话啦？我捌听过拢老母吼爱查某囝紧嫁出去，哪有人咧做后生爱老母紧嫁出去的？对啦，杜金博啊，你莫安尼讲啦。而且吼，人阮今仔日嘛有看过迄个人啊呢，迄个人吼人品袂歹哦，迄事业吼嘛做足大的呢。哎哟，事业做大，人人品袂歹，安尼健康无可靠，即款的人绝对足无安全的，连咪都去互交易啊！袂啦，母啊，你敢毋知影这吼？是阮两个专门去拜托海丽仔进甲你找了，伊介绍因表兄啦。话讲倒转来，你甲海丽仔进两个感情遐好，吼，哪有可能讲海丽仔进就凊彩甲你介绍绍的？无可能啦。即个人是海里啊，即面表兄。嘿啊。好，但是吼，我有一个条件。假使讲我甲伊看了若是有缘，阮两个人若是会当结婚，伫阮两个结婚了后3工内，缘投你爱随甲娶无？啊？考虑看卖啊啦。啊，那我嘛要考虑看卖啊呢。好啦。哎，老呀，喂，
食啦，你嘛咧拜托诶。哦，啊，敢若在一直咧读久，一直读，一直读安怎的啦？啊，咱斗阵啊久啊，你也毋是咧毋知影我的个性啊。我若一工若无困18点钟久哦，安尼我睡眠不足呢。18点真久，我笑你哦，惊到是敢毋敢来困。啊是讲啊恁表兄讲要这边换衣啊衫啦，我甲待还袂出来。啊是即摆才开始咧剪裁，我煞咧天内里哟哈。哎呦，你哪会甲讲安尼啦？呀，袂晓讲今仔日哦，咱表哥要去相亲呢，算我大日子啊。啊，伊若无好好洗身打扮哦，伊哪有影打出来？哦，讲安尼嘛是有。哎呦，来啊，表兄，表妹呀，喂，你看，我今日穿这书哦，安尼办到有够。哎呦，表哥，喂，你穿安尼哦，哦，敢若李奥纳多。对啦，啊莫怪讲铁蛋年后会定。你哪会唔讲？人部电影都安尼做。对，表兄妹，你倒进来伊个性安怎？哦，你是讲杜金博的哦，那杜金博的个性哦，温柔体贴。如果吼，哎呦，安那多子，水是敢若天顶的仙女下凡。来，你即摆是咧讲倒一个电影名称啊？啊，都我，你哪会讲这电影名称？啊，无你讲什么咧蚵仔，搁多珠，搁什么啊，搁……我即马是咧讲杜金博啊。哦，你咧拜托诶，我听你咧放哈，迄倒金箔迄落，哦，你咧拜托诶，甲迄条件若遐好，早就已经好出去，哪有当对菜龟囥甲变菜龟布？好，莫讲遐济啦，时间也到啊吼。即摆这时阵来去都同拄好有触手引爆啊，都吉时上。我表那煞定去，早2点尔哦。上无差，这个时啊同拄好，都卯时，行。啊，看表演这个普龙共型的，亲属敢讲会成？我看包时去啊，我看啦，歹哦。